呢個世界表面話女性地位提高咗，但你有冇發現越嚟越多嘅女性係喺父權遊戲入面被抬上去？當一個制度夠聰明，佢唔會再明顯咁打壓你，佢甚至會邀請你一齊維護佢。母系思維提醒我哋，真正嘅進步唔係女人變得更似男人，而係世界變得唔再分男人女人。當代社會讚美女強人、女性 CEO， 但背後嘅規則仲係男性定義出嚟嘅。高效、理性、線性思維、壓抑情緒，甚至有啲成功女性都會話：我唔會請女人做事，因為佢哋太感性、冇效率。所以呢個時代係最聰明嘅父權，隨着壓制女性，仲會同化女性。父權社會最深層嘅控制唔係制度，而係情感。社會教女人要識得體諒，要溫柔，要包容，先會有人愛你、尊重你、理解你。但佢從來冇教女性點樣愛自己、理解自己、包容自己。點解女人嘅情感要被馴化為愛與包容？因為制度需要你去維繫、去撫平、去忍耐。你越有同理心，佢就越安全。母系智慧講嘅唔係犧牲，而係互相滋養。情感唔應該成為權力嘅緩衝點，而係人與人之間連結嘅力量來源。好多人會問：咁理想有咩用？研究母系社會嘅著名學者海德哥特納講過，母系思維唔係懷舊，而係人類未來嘅必要方向。點解？因為父權制度已經走到盡頭，資源集中，戰爭不斷，家庭崩解，教育失衡，一個靠競爭維持秩序嘅世界，最終一定會自我吞噬。母系邏輯提供嘅唔係逃避，而係修復架構，協助取代掠奪，共生取代控制。呢啲唔係夢想，而係生存條件。舊石器時代，女性唔只係養育者，佢哋都係獵人、策略家、知識傳承者。嗰啲社群冇領袖、冇戰爭、冇財產私有，但佢哋活得更長久又穩定。真正嘅文明唔係邊個征服邊個，而係點樣維繫生命。父權社會將力量變成武器，母系社會將力量變成連結。一個係為咗贏，另一個係為咗一齊繼續存在。如果有一日教育唔再逼細路仔競爭，工作唔再靠壓迫去維持效率，家庭唔再用犧牲去交換愛，咁我哋可能真係進化咗。母系思維唔係要反抗父權，而係要終結父權同競爭文化嘅嗰種舊文明。當父權世界問點樣先可以贏，母系思維回答：贏唔重要，活得有人性先算成功。